全台湾的罢免准备要进入第三阶段的投票咯。发起罢免王宏伟的团体，因外宣传的扛棒进前方检举已经拆掉，也毋过又有民众要借所在，互因来挂扛棒。另外，王宏伟是表示讲，伊会全力来投入反罢免的行动，嘛无排除甲民众党进一步合作。民众党的主席吴国昌嘛强调讲，因绝对会有行动。30为爱，罢免王宏伟。罢免国民党立委王宏伟的团体三度被害，正将伫台北南京东路4段的广告扛棒，因为受到检举，还有互人提告妨害名誉，红壁拆掉。如今又有民众主动提供资源，互扛棒转来中山区。罢团甚至发挥创意，利用透明卡片要录证结合空战。我们最主要争取的其实是摇摆选民，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空战透卡的部分，然后去做看板的覆盖，就像这个选举一样啊，不管是空战或者入战哈，我们是双管并行。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策略是转守为攻。各地罢免的行动进入三阶投票，国民党伫台北市重点放伫首5名拿位。王宏伟也预告讲，民众党的议员已经开始陪伊市场拜票，那边两党未来会有具体合作。到目前为止，倒没有跟朱立伦主席有什么做进一步的讨论。不管接下来中选会定投票日是哪一天，我都会号召所有的台湾人民跟民进党政府想要走回专制独裁的老路说不。以考察做理由，民众党立委兼主席吴国昌卡票和在地国民党立委也原址来合体，重新强调民众党未对大罢免拢唔插手。因那伫高雄罢免立委黄捷甲柯志杰的团体相罢夹，负责人柯尚贤因为牵连到抄名册受到羁押，目前连续是告急，总干事助理找到出现伫凤山分局报案。提告柯志杰指涉伊是中国间谍，这是牵连到诽谤。无论你采取什么目的，你这种诽谤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对地检已经没有信心了，看看警方能不能承受政治干预，以公正中立的原则来办案。报案或提告没有办法转移罢免造假、伪造文书违法的焦点，在法律上我会提出恰当的请求，提醒朱磊。这里不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柯志杰呼吁对方好好面对司法问题。罢免团体是表示，就算2届连署数量目前还未到标准，不过发声讲一定会拼到最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